来看2024总统的选战，各政党的参选人把握拜六礼拜时间来拼选战。侯友宜甲赵少康昨飞去花莲造势，因讲若是当选了后，会实现花东快速公路甲苏花公路的安全提升计划。因那罗清德讲，有民主是真无简单的代志，呼吁咱台湾人都要认清香港已经无民主自由，唔通互台湾踏香港的后步。因那郭文德去中华走行程。在受访的时阵，伊讲南洋的高站是食甲油细细，嘛批评赖清德因头的违建到大是要唔贴。国民党总统加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赵少康，一共朱立伦、马英九等人，昨到花莲造势。侯友宜开出交通、观光、原民加客家政策，回馈乡亲的热情，并且讲，若选调总统，会互人民远离战争，两花地对等的进行下沟通。让我们花莲这块土地经济能够蓬勃发展，所以我们两个扫荡贪污、变经济、过国家安全。所以今年的选举就是安全、经济、扫荡贪污的对决。民进党的赖清德加副手萧美琴是到高雄拼着节，替立委徛台。赖清德讲，12月初10是国际人权日。也是美丽岛事件44周年纪念日，民主得来无容易，希望台湾人认清香港已经无民主加自由的事实，唔通让台湾也行到这种地步。香港的民主已经破坏去了，自由嘛已经无存在，因此经济嘛受到真大影响。咱一定要坚守咱的民主。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，咱已经有信心。开拓出一条对台湾有利的路线。民众党郭文铁初10到中华走行程，批评南洋的高站食好啉好，另外赖清德是歪听违建，态度傲慢，要突破哪里的夹杀。也不要党政高层吃香喝辣的然后那些基层员工不照顾了，错了就改掉就好了嘛。不晓得赖清德我倒觉得很多事情发生的还做错了，就把它改掉就好了。你看苏家全在2012年。他屏东的农舍也是乖乖拆掉啊，对不对？因那团讲民众党的部分区地委的小处将会自原本的80目标向下收到60。郭文铁讲无所谓向下收的问题，只是要对期望带来基准线，继续向上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